自2026年1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頷骨耳的子民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申命记》第1章19节到4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章。咱照上主，咱的上帝的命令，对何烈山出发，经过恁所看到迄个阔阁通行的旷野，行往阿摩利人的山区，咱到加德斯巴尼亚的时，我甲恁讲，恁已经到上主，咱的上帝赏赐予咱的阿摩利人的山地。但上主已经将迄个地赐予恁，恁着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对恁的应允，上去承接迄个地，毋通惊，毋通忍。迄时恁拢来我遮，甲我讲，咱着派人先去探查迄个地，甲咱报告，看咱着对倒一条路、倒一个城入去。我看安尼做真好，就对恁中间经12个人，每一支族一个，因就出发上山区去以色国山谷探查。因住迄所在的果子，转来咱遮，甲咱报告讲，上主咱的上帝赏赐予咱的是真水的地。毋过恁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肯入去迄个地，搁伫恁的布边内埋怨讲，因为上主怨恨咱，所以带咱出埃及地，要将咱交予阿摩利人，甲咱消灭。但咱是要去甚物款所在？咱的兄弟互咱失志，因甲咱讲，遐人民比咱较勇较弱，城看大搁坚固，悬到拄天，咱搁伫遐看到阿拉族的人。我就甲恁讲，毋免惊，嘛毋免忍因。行伫恁头前的上主，恁的上帝会为恁交战，亲像伊伫埃及为着恁所做的共款。恁伫旷野得行的时，有看见上主，恁的上帝安怎甲恁养饲照顾，亲像人伫养育囝儿，直到恁来到即个所在。虽然安尼，恁毋信上主恁的上帝，伊一路行伫恁的头前，甲恁找安营的所在，暝是用火，日是用云，指示恁着行的路。上主听着恁埋怨的声，就生气，立誓讲：即个歹世代的人，绝对无一个会当看到我所立誓应允赏赐恁列祖即块水的地。只有耶夫尼的囝加勒会当看到，搁我要将伊搭价的地赐予伊甲伊的子孙，因为伊专心信靠上主。上主嘛因为恁的缘故对我生气，讲：你嘛袂当入去迄块土地。阮缀你的伦的囝约书亚会入去，你着甲伊鼓励，因为伊要带以色列人入去承接迄个地。上主阁讲：恁的囡仔就是恁伫想话互人掠去，今仔日还袂晓分别好歹的囝儿，会入去遐，我要将迄个地赐予因做产业。恁着活倒转，往红海的方向去旷野。恁回答我讲：阮有得罪上主，当阮要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上去交战。恁逐个人就大主大意，带军器上去山区。
上主甲我讲，你着叫因毋通出去，毋通去交战，因为我无甲恁同在，才免恁刣输对敌。我就甲恁讲，毋过恁毋听，背逆上主的命令，大主大意，爬上山区。住伫遐的阿摩利人就出来攻击恁，亲像蜂甲恁追赶。伫以东地区的何尼玛甲恁拍败，恁就搁伫上主的面前啼哭。毋过上主毋听恁的声，无要插恁。恁就伫加德斯住一段真久的时间。颔棍耳的子民，圣经指出人的背逆顽固，常常用颔棍来形容。譬如讲，深言廿9章第1节，人受责罚还毋肯悔改，会忽然失败灭亡，袂复家救。伫申命记就出现4遍安尼的描述，可见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差不多和颔棍耳画上等号。伫摩西的会议中，以色列人的颔棍有无共的赞处。首先，当以色列人抵达阿摩利山区的时，因并未随时把上帝的应允去占领迄地方，反倒是先派12名侦探去侦察。出句看起来好像是谨慎，其实是对上帝保证有所保留。其次，当侦探汇报迄个地方的情况，就算会团的消息有好有歹，好消息是甘地物产丰饶，歹消息是迄所在人高墙大旱。以色列人的反应却是未战先惊，搁发怨言，指称上帝是怨恨因，出句引来上帝生气，断然宣告，除了约书亚家勒和囡仔以外，其他人拢袂当进入迄块土地。听到即个歹消息的以色列人，搁急要改变主意，定身武装要出征，但是上帝对因的表面顺服并无认可，严正发出毋通进攻的警告，因为上帝无甲因同在。纵使以色列人还是毋听警告，结果最后惨遭阿摩利人的大军击溃。有时阵背逆上帝，无拄拄是对上帝冷漠，是以上帝之名来支持家己的任意妄为。以色列人伫阿摩利山区的种种表现，通讲是步数尽出，伫发挥投机主义的特色。因靠家己的小聪明、评估和决定，采取对家己最有利的方式执行，却从来毋尊重上帝的意见，甚至当代志超出家己能力范围，还执迷不悟，袂晓寻求上帝帮赞，反倒埋怨上帝的带领。搁较惨的是，以色列人受到管教了后，表面上看起来袂输是遵照上帝先前的旨意去征战，实则对上帝当下的警告完全无视。现代台语圣经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形容真斗达，指出因大主大意，带军器上去山区。以色列人骄傲自大到极点，竟然毋惯态上帝毋甲因同在的警告，执意去征战。有时阵，咱可能也会甲圣经看作是得出利益的媒介，
甲上帝当作满足家己的心顶精灵，甲圣经当作励志的语录，只有伫需要的时才寻求上帝，平常时就无要甲上帝有啥交叉。咱常常袂记得，信仰是踮关系中建立的，亲像摩西伫宽勉中将上帝形容做父亲，带着囝儿以色列对埃及行到旷野共款。这个话表达出以色列当下应当做的，毋是用搁较济行动来掩饰家己的硬棍背逆，反倒是重新伫上帝面前悔改，甲家己甲未来交托互伊。咱也需要安尼，敢毋是？默想，我是毋是有一寡行为是以上帝为名，本质却是完全背逆的呢？我是毋是有一寡行为是以上帝为名，本质却是完全背逆的？咱同齐来祈祷，上主，求你帮助我无袂记得你的慈爱，你始终亲像父亲一样，带领我一步一步向前行。愿我所行的每一步，拢会当合伫你的旨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